鴻海集團的這個股東今仔日可能真歡喜吼，今仔日股票計數袂歹。今仔日是股東會，你看啦，這個土城這個總部天氣無介好，真儕股東來參加。最近業績非常的好，另外呢，來股東會嘛提出大家所期待小禮物啊，真儕公司啊利用這個股東會期間送一寡歐米亞給，互這個股東歡喜一下。雖然今仔日早起，新北的土城是拍狗唔出門，雨一直上，也毋過鴻海股東的心是日頭赤影影。鴻海因為 AI 股價搶關，自公這5年營收突破8兆，股利7.2塊也創下新高。股東唔驚風雨，專門來參加股東會。我們對他有信心啦，那鼓勵的話，我覺得也是還好啦。23年啦，他100塊號死在那邊，我很生氣啊。這次終於有那個動到200多啊，還有那個電動車啊，這麼便宜啊，適合就可以買一台了。買股票趁加油洗洗，也有股東直接考慮買一台新地車。鴻海股東人數呢，在今年已經達到了122萬啊，那這代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鴻海的發展。講到今年鴻海股東的禮物也有驚喜，就是實用的家電優惠。2種冷氣上懸會當拍折拍賣8,000塊，那介紹當然機型攏是股東才有的，市面上買無。另外包括着抽濕機，也有電視，也攏有幾千甚至上萬的優惠。上界特別的也有這。哇，好多記者，圓圓有點害羞呢，但也覺得好有趣。也未上市的 AI 陪伴型機器人，在股東會現場也會當大聲預告。是講對這屆的股東禮物，會當看出着新的趨勢。鴻海推出着家電優惠，而且部分閣是市面上買無的。大 logo 的股東禮是4000支的消費大禮包，持有1000股，閣會當加領1000塊。台灣好行是有800塊的回饋金，甚至閣是持1股都會當領。企業出奇招送好康，也成功創造市場的話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